係紅隧轉車站。The next stop is Cross Harbour Tunnel Bus Interchange。下一站是红隧转车站。九巴多條路線由九龍新界各區直達高鐵站，接通全國各大城市，快捷方便。九巴高鐵接駁路線班次頻密，選擇多，出行搭高鐵，九巴接駁最方便。